话做一句。我喜欢听你唱歌哦。哎呦，真的。哎呦，哎呦，年轻人喜欢听我唱歌，我什么歌你比较熟悉？哎，卢哥啊，什么也安家。哎，永就没粉丝嘞，你会讲个 B 面的最后一首给总招粉丝，有没有那种比较？把你出新歌哈。给他8轮没新歌。回到了啊，该山哪一个啊？朋友系做奶水的，我读到交大硕士，我咪穷量做了一种事情。这个真的让我佩服。波斯版啊，这种事我还记得我们做问卷嘛。是啊，请我们写那个哈。脑筋还动到我们身上了。对啊，还我从来没有写过字的人，我在家里脑力激荡花了好多时间在那边写。真的哦。是吗？是吗？但我那全部都是网络上抄的。老热到你腿，老热降下來。大家好啊，蒙古啊，大家好。也要來到你流行歌曲組嘅波 V 爭霸賽，目前的 V 面在1關嘅自發。哎呀，容易自發，1關啊。對，那個看那個。雙禮拜全部留下來。少魚就看。哎呀，心情都看不完好啊！被打真的，好不容易實力太相當嘞。對呀，這大家都好厲害。麻煩嘅事情。對啊，這個就節目的好看性，對不對啊？沒黑啊，好，來，實力相當的各位啊，給我加油了哦！今天沒有新人哦，哎，都是舊人了哈，哎呀，都舊的人留在這裡，只有舊人哭了，沒有新人笑。好了，比賽之前的有請來評審先生哈，歡迎。一家少先生、仲飛先生、姚少奇先生、黃義海先生，有請 TVB 參賽朋友 ，TVB 係仲顯兒的輪奶河，哎呦後堂啊來。
大家，今日两条狗会好糖呢。真的，迄个越冲越好呢。嘿，迄你输的狗的嘛。哦，一條運動熟啦，因為從細堂都在傳統係課。跳嘅曲調嘛，然後有新的改變。嘿，新的歌詞。因為一擺偷耶穌歌，你係因為送拜好貴去阿婆屋卡，提請阿婆了。阿婆你講，你同阿婆講，哦，下禮拜我要比賽，我唔要報馬嘅歌。我個人都管啊，我不能香港一管之後，那撩一下就留下來。香港有上天是阿婆有看到吼，我可以再見的，安尼。啊，無香港好，後尾把我再衝馬嘅歌。阿婆你講。啊！以前細嘅時節帶人去嗰種歌友班啊、山歌班啊，唱嘅歌嘅按有冇彈到唔錯。哦，有聽阿婆去嗰種時嘅嘛？係。哦，特別話。所以你想講，因為確實你係前幾擺嘅，偷嘅歌嘅對阿婆來講，你係較個新嘅歌嘅，所以一擺你係偷意思，你係佢好彈嘅。有彈歌嘅唱嘅，有彈歌嘅。按古要係新嘅無共用嘅感覺嘅歌。誒，好生意嚟唱無共用嘅編曲嘅感覺，係。安尼阿婆彈嗰度，我感覺較親切，真係啊！貴氣在每一款咯，一擺有彈歌嘛。對對，阿婆我感覺哦，安尼真係種唱歌嘅啦。唔好撒下來，全部都會唱阿婆彈嘅些歌嘅。看心情，有練的吧，有練的吧，一次留下來嘅吧。佢要歌管嘛，粉絲有拉，那我留下來嘛。今根本加油團沒有來，風布條冇拿出來。哎呦，真的。我以前唔拉發的，冇加油團的。冇加油團的哈。對啊，沒有辦法走路工來了。沒有辦法。沒有耐力，對啊。對啊，真的，同事愛也就這樣而已。真的，短短的幾個禮拜。那從這來唱要加修先生。迄個啊，根本親像進步哦，創起來吼，送要較長條咧，本來唱歌較強強，叫到地步度哦。我限住一點吼，我是感覺講伊唱歌家吼，你唱歌平常冇練習，講話咩腔中，就士氣都不夠，也氣冇重。冇拉，學佢講法種機關槍要。係啊。踢建裝嘅，上去行家堂。所以你要教養你做呢家吼，平常愛練呼吸啊，用吸油面紙一點哦，特別臉上有吸油面紙對，把它放在牆上，對它吹。哦，盡量吹到。我現在用大的，用油啊，用大松衣啊。沒啦，這麼好吃啊！主要是哦，你去給它氣要吸得夠。哦，衛生紙不行嗎？衛生紙就比較不好，因為它沒有貼在那個上面的感覺。哦，服帖度不夠。對，沒啦。那衛生棉可以嗎？衛生棉粘上去不會動。不會動。主要是講哦，要你。那個氣要吹得很均勻，因為你吹得太用力，它會掉下來。兩片然後翹一輪，給它掉下來。因為把它吹得平平的，然後呢超過半分鐘。你說讓它能夠一口氣，對，你就是要一口氣慢慢的吹，要吹均勻，不要很用力。用力要降放，要按夾出，哦，一口氣馬上爆一直出來。肚子裡有多少氣，你就多少氣出來哈。要清大爽，衝國家就按個方式哦，是清大爽。本來吼，根本的衝國家是感覺講清淺，衝國咬絲咩清淺，哦，出氣咩清淺。你要有進步嘞，所以要求你做得更多一點。哦，把氣基本功做好以後，還把個衝家就冇空洞，還有吼咬絲吼，盡量再把它咬進去一點，字可以共鳴再大一點。像那以後個跟嗓吼，你可以把這個那把它吸到裡面去。嘿，莫過要變到我背個就變嗓變就冇好彈啊，好唔好？好，繼續加油，請就機會哦，好加油哦。按照這有機會哦。吸油面紙啊，用吸油面紙練習。回去買。對啊，不要買錯了哈。必成之中唔得哦。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好，看一下總絢一個分數。又是2分呢。2分鐘，不唱得很好嗎？怎麼用2分鐘啊？哎呀，我知道根本唱得不差。對啊，上一有講。哦。奇怪，你有唱錯歌詞嗎？我好像有晚一點點進來。哦，跑哦，慢的。不欣賞做到嘞。慢的，差不多慢的一個小節這樣，但是我就是。那不是一點點。哦，那蠻多的，蠻多的。那是大。
打嘞。我就想讲不行，我要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就继续等。然后谢谢乐队老师，老师没有假装没听到。哎呀，那是你太敢抹糖豆啦，抹啦，好，刚刚剪掉。自己犯了低级错误，没办法。真的呢。好了，就保佑后面的唱的比较差一点哦。冇啊，就会讲讲不会真的，有可能用流下来啊。我刚才先故意买稀有面纸。练习啊。好啦，那就先休息了。哎呦，打响。难讲啊，冇一听啊，冇一听啊。好啦，系啊，我 high V 来。强勇冲蛋好。好，先梅得来蒙茶咯。来，躺过来。先梅机还有道具哦，立马呆等啊！哎呀，我们平常时在抽现之外呢，系啊，发不同的嘛，非常客家诶，昨天出去卖菜嘛，做得了，哎来啊！你看你的麦克风拿一个声音很一台哦，对没？很熟的多嘞，厉害呢！哎呀，人家全流行歌曲做董事这样的年纪较大的朋友在参加，唔算一勇敢嘛？一勇敢没有实力啦，有实力啦，夹死嘞，夹关嘞，年纪较大，好像哎呀，每团也得好上演兵，哦，你讲佢阵年纪安排。我没有在说你，你干嘛？对啊，你那很伤诶，唔会啦，好唱歌的情就会很伤。对呀，佢平常时都好唱歌，好唱歌的一个聚会嘛。对啊，唱啊，平常时是好唱歌啦。好唱歌。咩歌有班的朋友啊，有系啊？有啊，有學到乜嘅東西嘛？唱乜嘅？歌戲咩有啊？黃梅調咩有啊？一般都有。黃梅調啊？黃梅調咩有哦？黃梅調。其實安尼觀眾朋友當多人對黃梅調還有懂有印象啊。哦，真的哦。對啊。你還是有糖豆呢，係冇？哎呀，懂少糖豆。節目懂少糖豆黃梅調，有唱一下黃梅調。唱黃梅調啊，唱歌仔戲嘅。哦。你還太不會唱歌仔戲嘅嘛？都可。黃梅調，還是你要唱悟空？唱歌仔戲。好，歌仔戲哦。唱 Ken Seven 啊。Ken Seven 啊。悟空也很多 Ken Seven。那個。好老嘅哦，好老嘅佢 Ken Seven 歌。哦，好老嘅哦。係哦。哎呦，來，做得啊，係啊。我來念歌咯。噔噔噔噔，噠啦噔噠啦噔噔噔噔。
搞 Q， 哎妈，太部分有唱歌来呀，玩意就好了，唔记得就唔记得啊，你还没比赛。这个旋律都是很经哎呀，典。调下歌词有记得就好了啦，调下歌词有记得吧？调下有好，调下有，来，好，冲出来抢费欣赏了公平哈。好来。谢莫金你好，老师好，真的是好可爱哦。上一拜第一拜唐你冲狗，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在听你唱歌，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就是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到这个年纪都能够这样子开心的唱歌，真的就是会对身体非常的好，就很健康。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棒，我们都要跟你学习。谢谢老师。对，而且啊，我觉得你唱歌中气十足，你知道吗？我拿着耳机，一唱出来我就要拉开一点，会刺耳的，不是刺耳，就很洪亮，震耳欲聋啊。对，非常棒哎，那个表示你的很健康，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那个气是非常足够的，哎，非常的棒。他以前是卖菜的，真的很棒。给不你冲狗给是，我觉得这首歌你唱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人你太紧张了比如说你现在有笑容，但是这个歌前奏的时候你还有笑容，但是一开始唱就开始僵硬了这个就会让这首歌的那个活泼度听起来就会稍微少了一点。好，那下一次你可以练习让自己的嘴角不要下来，带着这个微笑继续唱这首歌，我相信一定会更好。好，谢谢老师。再来呢，就是那个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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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啊梦啊梦的时候，它的拍子会比较强了一点点但是第一遍很可能太紧张，第二遍就比较好一点，但是第一遍的拍子就会比较不稳一点，这个是比较可惜一点点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给你最可惜让我觉得哎呀，就会最后一句。亲密一记，亲密一记整个拍子就乱了一些，很可惜耶。听到最后，我想不错不错，结果最后一句你没有跟上乐队老师，他不是拖拍了一点而已，也是稍微多了一样啊，对，其实不止一小节了。对，因为我觉得某 Q 用的时候就是他是虽然他超过一小节，可是他是在那个点上，所以他的。没有任何表情，可能一般人对音乐不熟还听不出来，很低，他们说嘛个事情。心如有伴，但是这个最后一句，因为你是在这个节奏上整个脱掉，就会有一点可惜请打手。但不然的话，我觉得今天唱得很好，就是可惜了拍子的问题。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棒。那。以后一定要继续这么开心的唱歌。谢谢。对啊，不管在这里，在任何地方，也还不知道。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每个人要学习的，因为我们上台唱歌有时候紧张干嘛？如果都能够开心的唱歌，我觉得能够克服紧张，或这也是我要学的。对啊，加油！好，谢谢先生，加油！好来看一下分数了哈。看一下节目嘅分数。心如有没有伴侣哈？来。什么？谢。一本書再留下來嘛？都唔得啦，唔一比啊！目前看來啦，目前看來留下來幾率當少。量就因為加有跌破啦，跌破，你自家翻錯啦，好冇？謝謝哈。什麼字？踏雪尋梅哈。來，好嘞，殺下來。撒下來，鼓手停得來，上愛無強用。用沙來打再鼓。好喜歡聽你唱歌哦，哎呦，真的，哎呦，年輕人喜歡聽我唱歌，我什麼歌你比較熟悉？都可以啊。什麼也安家。還有就沒粉絲哎，你會講個 B 面的最後一首給總裝粉絲，有沒有那種比較？把你出新歌哈。給他巴雷沒成歌。人生
上行行，岔路途，行行做天风。慢慢看清楚方向，天看窗，转弯有理想。身派论英雄太偏爽，莫言天，会坚持梦想。莫马杀一番有顺风，山忙拼，天纵外太高，上爱莫强扬，发扬一家窗，街道行起来，莫电影帮忙，莫接出比赛，互通好心中，风雨过，天纵外有太阳，上爱莫强扬，只因一家讲，全凭在把讲，黑痴心梦想，异乡的孽缘，莫比故乡亮，此地此乡总有你身光。上爱莫强扬，只因一家讲，全凭在把讲，黑痴心梦想，异乡的孽缘，莫比故乡亮，此地此乡总有你身光。是不是上？还有上什么？对，还有上什么？阿婷妹，对对对，希望你他说子华都可以当他儿子了，对吗？对啊对啊看不出来啊，我都可以当他儿子了。你就夸张了吧？啊夸张啊你叫谁？哎，维基上面查得到，好不好？拜托一下。没有，你好意思说我一直以为我年轻呢。哦，真的有啦，看起来动没黑年轻啦，你共发还蛮中二的，共发一休上啊。对。哎，秋婷去避案救嘞，对啊，哎，劲冲劲吼，是哎，没加加练狗哎，哦4-5年嘿啦，哎，4-5年，有，从疫情前到疫情后。哦，真的哦，冲水动好重过啦，冲动好重过。对，冲水动好重过，慢来冲，慢来是做对冲的，哦，真的为说哦，做对冲过，为说你做对，还没满耐冲吗？哎呀，没啦上头就冲了哦，系啊系哦，抽查的上头就，特别是后上的时间啊，成年的时间。谁时间是动好冲过，对，哦，就好冲狗，摩西摩克是做对冲过，哎呦，摩斯摩上克，头摩斯摩克，系啊，无时无刻，无时无刻摩西摩克，嘿，哦，做对冲，做对可以做冲，一定是冲，煮菜也得煮冲。菜也冲，嘿，谁谁是是压冲？噜啦啦噜啦啦，哎，谁是那边浴室贴片后堂，还有浴室冲口贴片后堂，对空间哈，黑毛，对啊，我每一次都觉得，哎，我那要录音前，我就在浴室里面就唱，哦，觉得唱得很好，有没有后堂？我一进录音室，哎，母为什么这么音大口一个难听？嗓音就冇空用嘞，奇怪，奇怪哈。差好多哦。哎，浴室的音场，大家各大那个 live house 都在参考一下嘛。对，刚才老公来呀吼，当然躺在安尼冲，空跳过哦，冲一直会冲嘞。我今天天不多少会唱。人家老公我来比嘛。给他唱国歌会走音。哦，国歌还会走音。国歌会走音哦。喂，去唱国歌会走音。还有了参加一些啦，开起来 sell 一下。还真的呢，哎，我以前一个同学，他是没有音的呢。哦。他唱国歌真的像念经哦。这不是瓜歌吗？瓜歌是这样吗？瓜歌不是会合音吗？给他语音就会按有啊。哎，瓜歌至少人家出过唱片。好，来，哦，冲水了哈，唱 Silky 欣赏。好，秋婷姐，欣赏好。过了一段时间哈，你会发现这个哈，对了，参加的舞台哈，这个实力越来越平稳了哈。有优点就是很平稳，那个缺点也慢慢会显现，有第那一片啊，就讲你讲话时哈，笑容满面哈。有感觉，那你中国荧光一边下以后，跟面就笑不起来。哎呦，因为人家站在舞台的时候，你要让评审来给你加分的时候，你那个
表情有没有自然？啊，肢体语言的动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带恐惧？哦，你稍微冲在后台位哈，因为你已经很有经验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脸上的表情告诉你，你一直在想要怎么唱，那个视觉画面你就可以很感觉。那听一点就是说，你那个要注意，就是说那个声线的律动有没有哈？你现在只有在面腔，而且你面腔的低频才到八卦这边而已，上去在鼻腔上端，高音全部都没上。原因是什么呢？人家做按照面腔。这个面腔对你来讲，就是说你到那边就把它修饰，把它修下来就超过了，哈抹哈，怂抹怂。所以你刚才讲有机会的话，你声音有往下走的话，你声线才会有这个立体感，厚度才会够。你要都狗音的时间，你发现你压得很紧，在喉音压很紧，你面冲不松是什么样？是你故意把它修饰掉的。所以假设讲真的有机会抽到机会，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从那过去的处理的时间，可能对你自己的心态要先突破一点，因为你不要把你自己每次都挨机会，就是永远当老二老三。因为你的心态的习惯了，而且这种你有那这实力，你有这个实力，但是你这个心态可能要跳脱出来，就讲。没一定要抽到给副业，而是对你讲你的突破。既然你站到这个舞台哈，我觉得你的笑容应该要有，肢体语言有。第三点说，你要对你自己的声音哈去突破。那种突破不是你唱不到，而是你有恐惧。我建议在用3点哦，最主要就讲，我觉得你实力非常非常稳，不比前面1、2名的差。哦，那我觉得利用这机会来突破自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期待你下一摆比赛喊得好，好不好？好，谢谢。新先生，新先生，来，看一下加分数了，看一下顾秋婷的分数。好嘞。新先生，没问题啦，标准值93.5分。你有坐上去过吗？他忙嘞，没啦，又起出来，看我看分数，又加败了。对啊，没啦，八字不够重啦，为打工嘛。啊，对。唱歌还要看八字。好，谢谢啊。好了，什么节目？那你就回去去庙里补一下你的八字。我回去了，我回去啊。肯定一下。好了，杀好了，杀了，嘿，李小雨带来爱情路。来，弹个啦。踏上爱情歌，快乐。
谢梦。哎呀，小姨呀，最近去磨汗哦，我要加面书哦，加面书当中都有听到几个消息。哦，最近在干嘛？最近在拍一个舞台剧，哎呦舞台剧，然后拍一家电影小短片。哎呀，好棒哦！天样嘛，微电影那种，对对对，我就发现到不管是不同的媒介，不爱嘅笔记从黑恐龙诶。笔记，嘿，就是不爱，不是你嘅指头嘅封面，全部会通用嘅意见。有个很核心的问题哦，就是我太在乎表演。哦，太用力了吗？可能是有点太多力了，太出力了。对，所以我就这次我就决定。我就一次做好一件事情，我就是只唱到这边，哦，不用轻松，对，就冲嘞，让自己随心所欲一点，对，不要太在意啊，你哈，对。哦，表演不是用演嘅时间，就很去咖嘞嘛，吃菜嘅事情，因为3个不同的媒介都是同样的表演，但是讲的事情，剧的老师、电影的指导，都要用讲，你在欣赏线上面讲恐龙，开始你还可以打工打一半就啊。哦，恐龙的事情呢？哎，太几个都有发现，应该是感谢各位这样，对，就可能太在意吧，在意，太想要表现，对，我同几个被我天后，自我要求很高啊。对啊，其实你站在台上就自然就发光了，真的呀，对啊，你很亮啊，一吃眼呢，对啊。不用特别表现。对，你就站在台上，你就是一个 star。那有俩从痴心来接书，你就是一个 star。俩就会矮，做嘛唔系就黑，好冇？哦，来，有痴心的意环欣赏。小姨，你下爱糖伊从俩数狗 Q 爱，感觉你嘅状态不一样。像你刚刚自己已经先说，你觉得你这次是一个轻松嘅脚步，对我真经有感受到你嘅轻松编发。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我很喜欢的是你在舞台上的表演。我觉得跟可能最近你在做的事情有关系，因为你说你最近在。舞台剧嘛，那种舞台不是我们平常演出的那种，是不一样的。你会有带到肢体，有时候其实冲个时间，你给身体做个动作，或者是一个 move 好了，它其实可以帮助到你整个唱歌的流畅的那种感觉，这样对。给每一堂都你冲廖树狗 Q， 看过哇，你很会挑歌哎，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其实有很多。那个 grooving 的态是很难抓的，对，然后你在那边就是有细小的片段的时候，你都抓得很好，对，但我觉得小小可惜的点是，有些句子的要刚开始唱进来的第一个字，你会有一点点早进入这样，对，然后但是感觉你有就是倒吃甘蔗的感觉，因为它是1、2段是一样的嘛，你在第2段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状态，然后。里面的每一句的细节都有稍稍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对，每一首歌，假如说段落是很多一样的，那你就要在每一句话一样的歌词里面用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表情去展现。那我就会觉得，那这就是你当下刚刚那2、3分钟，就是你自己的歌，然后你的舞台。那刚刚我觉得罗哥也说得很好。对，你在舞台上你就是在发光，对。然后吉大姐也说得很好，你要有自信，你要有自信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在冲过给时间，他给看到你就会哇，这是一个好漂亮的人哦，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漂亮，字体发光。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你要接受大家给予你的夸奖，让它变成你的养分。下一次在表演的时候，或是在挑战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着这份自信去勇敢的挑战，这样子。好，很棒，黑毛，你可以的啦，我习惯啦，你可以的。开始公司才发好吗？对啊。叶老师，感师兄哦，如果不夸奖他一下，有点太不公平了。上一次呢，我是批评他说讲了一大堆，然后其实很重要，他上次输的原因是因为只是他唱错一个小地方。那给妹完全都没有错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整个他能够做的东西全部收回来，就收到那个当初他少女时期的那个样子，他就在演那个少女时期，把所有的技巧全部收起来，这是最不容易的。现在讲大傻都会有一种炫耀的感觉啊，中台我就要表演，铁哥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现在180度的往回转了以后，这个表演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棒，值得特别鼓励的地方哦。尤其是刚刚也特别说到了，他把2段
的层次，她前面收的让你觉得说哇，她真的是个少女耶。等到第二遍的时候，你就把她那个某些历练的表情都做出来。其他在旁边应该有特别的有感受哦。其实冲发了嘛，那东西，很多东西很多技巧就一点丢给你一下。尝试一下，再收回来，尝一下，收回来。所以，还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高段的演出哦。对一个比赛者来讲，能够压抑起个心情哦，我想要赢的感觉，他把它收回来了。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来了，亚属国冲突，我认为最好的程度哦。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特别夸奖一下，他今天做的真的非常棒。谢谢老师，机会啊！除了放之外，还可以收了呢。对，两毛简单，两43毛简单。又哭了。不要被发现了，他又泪流满面。哎，碰得到吗？拍得到，好不好？好啦，哈，欢迎哈利收一个分数。好，来这个，谢谢老师，67分，还有边哦，还有边哦。子华很优秀啊，子华很棒，你也很优秀，你也很优秀啊。好了，莫勇，你就会讲黑，矮就黑，黑嘛哈。我跟子华不同风格，对我们不同风格。对，回去把眼泪擦一擦。好了，可以了哈，谢谢。OK， 好了，什么车仪？来，好，沙落去自法，待落查情。来，躺好啦。用沙来打再久，一边接一边，分开安多年，终究无了相会。今晡夜一天，爱来好好交片，爱在天家，手来。做合家，手来托茶心，也依附小水，用尽抛落去，加茶香啊，随风漫山边。煮茶面都甘，万油滚水透剔甜，今日来多饮酒，今日再来饮剔甜。用沙来打再久，一边又接一边，分开安多年，终究来无相会。今晡夜一天，爱来好好交片，爱在天家。来自水，做客家，手来托茶心，也依附小水，用尽抛落去，加茶香啊，随风漫山边。哎呦，大将之风哦，一面炸金银哦，中庸哦，
谢谢。坐那个位置开心吗？其实。算是紧张啦，这个是那个另外一个压力啊，对，压力来了，对。你可以照流头本压力来的哈，是不是？专业有同我看人分享嘛，系啊，有讲，哎，得到冠军的，哎呀，避免的，哎呀，我等播出来的时候再来。播出的时间上了，但是我看人应该低的吧？应该低啦，低啦，你慢慢播出嘛，有样是这样播出，哎呦，厉害。你还要准批好了，强的，你要冲掉很用把继续抽下去。抽，好练歌诶，好练身体啊，厉害我好喜欢听你唱歌哦，真的，哎呦，年轻人喜欢听我唱歌，我的歌你有什么？就是老歌路线嘛，哎，对啊。我什么歌你比较熟悉？你给啊，什么也安家。安永就没粉丝嘞，你会讲个 B 面的最后一首给总招粉丝，有没有那种比较？把你出新歌哈。娘，给他扒了也没成功，还有不头呢。是啊，哎，你大礼拜 Q 成这样，你还没有 follow？对吧？你没有 follow 我，你也不知道。我低啊。对啊。可是我有追踪你的 FB， 你都没有回我。真的，他从来不为人的。对啊，开玩笑的。我自己创立了，我都一直在潜水，你不知道。我有人条马吉不看到。哎，个没矮个配音，让我。哦，好，从手来唱。哎，是啊，老师好。你上哦，是啥讲哦，没得听，没得听安好黑啊。他的声音真的是，不管是高音低音的，整个的共鸣方式什么各方面。都非常好。刚刚我跟老师两个在研究，觉得这两位就刚刚那个邵怡跟他这两位是很奇怪的奇葩，两个各在各自的专长上面努力的发展哦。那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领域。然后呢，子华有一点就是，实在讲我们两个一直觉得很伤脑筋，是因为你青波冲果，但是你的声音各方面的音色修的都很好。但是你的拍子就是很奇怪哦，因为对于你来讲，我觉得你的冲法是真的要把声音修得很漂亮，然后呢又想要自由一点。问题是讲冲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你要在拍子里面做任何挪动哈。比如说江蕙，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她？她很多歌唱得很自由，可是她绝对在拍子里边。尤其是九鳌新乡那个地方的很多的那个拍子拖拍。大概一般人唱那个歌的时候，一比赛大家都要听那个，你想要学他拖拍的，看你有没有在那个3点里面有抓到地方那个点。就是那种他是拖得很。对，而且他拖的时候一定要在拍子的底下，准的在那个位置上面拖到那里去。你今天的表现就是准的没有拖在拍子里边。啊？对，准的全部拖拍。没，就是他如果拍子不明显，你冲的，当然味道不够。因为每一首歌，像这首歌，其实我特别要跟你说一下，就是这首歌叫《属于你的》，它的每一个拍子都是3个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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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最终它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它的重音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唱起来，即使你唱的再美，可是你就没有那个弹跳那个感觉。所以这个插琴哦，突变的魔琴的。有插魔琴，你点眼技师，就整个歌听起来前面还算不错，觉得很优美嘛哈，还能够容着你的，至少你的拍子大段没有丢掉，但是一些修饰的尾音都不太准了哈。可是到后面给个扎破那个地方，后面那个地方就惨了，你自己都觉得对不对？你去看冲了就刚冲了。跟乐队两个搭不在一起，尤其跟贝斯啊什么东西，全部都不在一起了。还好他只有一次。可是那一次，整个那2行就完蛋了，我全部被你打倒了哈。但是呢，又很难，因为我刚刚跟慧茹老师在研究说，好像这样子让你就从那边下来，好像有点太残忍了一点哦。不过你就是不行哈，廖店，可不可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你请到艺术国，然后这首歌是将来你努力的方向，因为它的拍子确实难。然后你跟邵瑜研究一下，这个歌他很会唱，这种拍子他很棒，他有的时候不是他都把它唱成这种拍子，然后被扣分这样。互相学习。对，我觉得有编抽了。你们有你的用啥，真的可以互相来比较一下，因为他现在在收了，
然后你现在是拼命在表现你的音色各方面，可是呢，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研究一下，也许你们两个都很棒，最好是两个都在很高很高的程度上，在那个位置旁边，两个都同时站着，旁边再摆一张，对，那观众就有福气。就你哦，你唐良比赛给冲国家，想要听到的是最好的声音。冲廖树国，因为查前廖树国，我相信下次少宇再重新再唱的时候，他会有不一样的唱法，但是他没有你那么漂亮的声音。所以你们两个如何研究一下，把这种最好的音乐呈现给大家，这个是我们节目最大的宗旨。我想当评审，我也希望能够有看到这个的时候，好不好？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老师，良性竞争。哦，好，欣赏。哎呦，靠本书了，有像修一轮都不退了，看有没有机会啊？哈，哎呦，同时哈，先梅子有成功呀，排戏啊，排戏哦，100张来了，先梅子。哎，专业再看一下练练啊，再过来编啊嘞，好嘛，来教啊嘞，欢迎哦，安子说哈，好，好嘞，听下来看自罚的分数。你在朋友当中应该就是属于一个这种哈，很会他欢喜演比较快乐的人，拉力啦，嗨咖这种，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没被说服的场合，风和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哎，用做在用传统歌来冲嘛？爱的是非对错啊，什么意思？啊？让我来看自罚的分数。评分就签时抽中的那个避免在报名哦，哎，你用啥做的讨论一下哦。好来，目前一关的自罚啊。哎，亚乐多传统组的报名108岁，目前的避免在还一关嘅赖燕婷。哎呦，讲什么呀？哎，佢根本冇做嘅传统嘅衫褲咧。哦，根本可能有啲貼喺手上。哎，好来，今日有什么新的一位潛水朋友？哎，T100類嘅傳統組嘅，但是老朋友誒。老朋友。哎，之前有來過。等他將來訪問佢。好，來啊！比賽之前，你介紹你評審先生。好，歡迎李秋華先生。林占一先生、曾明珠先生、魏生琼先生。好了，CP 開始介紹題哈，來歡迎 TV 潛水朋友。TV 來自頭嚴中啦，主家傾帶來3個字。彈歌啦！
阿土哥，来到传统族了。主持人，之前来参加流行歌嘅组啊，也来係有副傳統組嘅。哎呦，佢唔係客家人啊。係啊。係啊。唔係啊。你原住民朋友係啊？唔係啦。咩啊？黑龍人。哦。哎呦，因為係啊，像我來編嘅傳統組。就在外面比賽那個流行歌曲啊，我有幾個朋友，像葉秀秋啊、陳皮、陳振雄他們都有來比過了。哎，我就覺得還蠻好聽的，就有那個興趣。啊，就是剛好有機會啊，因為我二哥住在竹東，就跟那個林采麗老師，還有他乾媽賣豬肉嘛。對，賣豬肉飲食。啊，我二哥說，哎，那你有興趣，我介紹采麗老師教你。啊，我就這樣才開始學。哦，他教你會不會很兇？不會啦，他雖然很年輕，但是很有耐心。因為我念都念不好，他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哦，同佢學師就錯咧。我講采麗啊，已經變先生嘅，好學生嘅。佢哋都按到嘅種誒，主動嘅填充一筆都按到得。非常優秀係，其實之前沒有來過啊，你啊節目做有上次冇來做評審哦。對，係啊，看到佢哋按你慎重，真係懂，感覺後繼有人，對。但是那些老師不想啊，唔會啦，有傳承嘅好師啊，係嘛嗬，尤其係傳統嘅部分。對，來唱嘅來唐先生講。好，來唱秋華先生，家慶先生，千難得唔係客家人，唱到傳統嘅山歌樂師按爭冇按容易嗬，大家要特別注意樂師方面呢，能夠講千爭啦。將個菜啲人搞到一隻絲，人起面嚟搞嗬，非常好。所以爭嘅，真係。當爭哈，唔過你喺溫氣方面就要注意啦嗬。不論係菜啲先生，你起面嚟搞。起面嚟搞嘅，從嚟搞好曬冇鬼嘅，咩起面嚟搞咧？認真嚟。當認真起面嚟搞啊！山歌唱出客家鹽，但鹽多少一點點嘅，不得鹽。哦，你輸鹽嘅時候注意哈。自古流傳咧，記得，不論平板三個字是四季八節。你聽呢個自古嘅時候，你就感覺你歡喜，哈，冇歡喜。自古流傳講咯，四則是一下，因為是季有兩節嘛，所以你四季八節。好，自古流傳你會冇歡喜。還有山上唱嘅時候，本感多少一點點嘅撲嘅，多少好像土鹽咁塊嚇。喺今日天時機，今日冇關係哦，加落啲嘅講咯哦。你係記隻小問題，唔睇能夠改進，能夠講清強咧，嚇。所以今日本身鼓勵，還有加油嘅空間。加油！好，謝謝老師，謝謝。按照嚟看嘅分數啦，好，睇下朱家慶嘅分數。分數真係留下來嘅幾率啊，一般，一個啦，不關了杯啦，哦，係嘛，哦，希望都留下來，好，謝謝，好，bien嘅嚇，好，安主席，多謝，謝，會做休息嚇，安主席，哎呀，如果你堅持嚇，對啊，還有流行衝衝，又來衝傳統嘅，衝到以後好耐嘅朋友，對客家安全熱情啊，好，來沙下來，李明松帶來平白，來彈啦。那
先生。用哎，还挑一下眉。哎呀，看起来就是开心果的感觉啊！哎呀，你对啊，有个表情哟。咦，哎，你在朋友当中应该就是属于一种哈，很会。他欢喜的人，比较快乐的人。拉力啦嗨咖那种。嗨咖。hyper 那种。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用真的用传统歌来唱嘛？爱的是非对错啊？什么意思？啊，唱个散台跳啊！哎，假使讲同个流行歌的结合个散台跳来唱。三歌词可能他做的。爱的。算了，太困难了。与狗子无强用个两倍，无强用个两倍了哦，哎。对啊。哎，个看起来个就系亲厚相处嘅朋友嘛，对嘛吼。你接同朋友共啊唱歌嘅，大家都很开心过。哎呦，真的你是怎么样？不会做马屁的事情，不会同人傾的。咱强用啊！然後強用懂會講笑話，笑話。我唔曉，其實我唔曉，佢較會。我唔會。佢懂厲害。冇小強老師張不會，你上了之後 sell 了有冇？他贏在長相，起跑點他就贏了。難得兩位主持人嘛，懂得默契啦。哦，兩啥？我拜六攏準時看老爺。準時看啊！哎，我知道來參加老看天師冇強用嘛。哦，冇強用。冇強用哦。你們眼裡天師呈現出去，我們已經剪掉很多廢話。比較緊湊一點。我哋兩啥懂會講笑話啊？等禮拜看電視都看到笑話。真的哦，有吃到聽就好，又糖後糖喺嗰位啊，又吃到一聽啊，佢比較歡喜就好啦。因為青春也開始一個節目開始嘅時間，幾樣事就同志眾人同電視台講，希望各種比賽莫按嚴肅，反而係比參賽朋友，唔是按標準啊，立正站有乜嘅感覺嗬？我希望。不用那麼自視化，因為我們就是比較綜藝歌唱性節目嘛。像你嘅評審欣賞啊，對嘛？你講發雖然講，誒，佢咩自頭一朵嘅東西，唔過唔會講輕言嘛。對呀，也是好聲好氣嘅，對呀，就讓參賽者能夠放鬆心情啊，對嘛？好，來唱完啦，從這裡，唱得來，搶贊一欣賞，公平一下。啊，今日呢，我讀面前啦，就兩位哦，他受評審多嘅啦，哈，尤其一下呂明恆。嚟今日你啲新朋友哈，你唱一下嘢嘛哈，可以講唔動眼神去練習啦，但是可以講係當初學者，嚇唔係親穩啦，唔係親穩，響下演咧咪咁樣，就有啲會緊張啦一演嚇就會唔跑啊，一準一跑嚇，嗰個呢冇錢說。但是，你像初學者來的話，我哋都一般來講，全部都會鼓勵的方式，盡量把你唱得順順的就好。那注意的就係溫馨的地方。好，尤其係個第三句落人堂轉，落人了來堂那座，落人堂。嚇，就講係呢個牛師嘅喎，一天咧留嘅1、2、3、4、3嚇，我嚟轉院牛爭來，爭咗嚟做院咧，係一樣嚇。希望嚇喺有機會留下來嚇，多多嚟注意啲溫馨嘅地方，加油！好，就這樣子，希望有機會留下來。佢前面名乜嘢？妹按獎哦。佢揀男朋友係嘛？唔係計嘛？乾女兒，順康嘅追人嘅帶人係朋友啦，朋友為什麼？加油團，戴着口罩見不得人。你知道那樣冇牙齒啊，冇牙齒啊，你同佢講出來，帶人咩看唔出來？對啊，對，好啦，而家現在看下分數，看再留下來嘛，哈。好，看一下李敏爽嘅分數。哎呀，哇！有點辛苦啦。難講，我看你會哦。平常心，就是一點。那邊人，那邊。花蓮啊。花蓮哦，難怪佢嘅行業有啲咧無馬強用嘅。哦，強挑無馬強用。今天沒有保障了。嚇？
今天没有花东宝藏名额，很难讲哦，很难讲，搞不好后面的也91.5，我就都留下来，对嘛哈？好，谢谢，先回做消息，谢谢，啊，这些也可以哈，也可以哈。好嘞，沙下來，沙來從裡面帶來落山歌，來彈過啦。人生來一場風太高了。有緣啊，來相逢啊！山歌比手，胸下衝心情了。快樂啊，在其中哇，今天暗號，還有啉到嘅檸檬汁，檸檬汁有啉到啊？有啉到，我基本要拿來嘛，節目展示過嘛，細包嗰種真空包嗰種，終於變等以後結果本人羅少講幾包都冇吃到，要馬羅哥，佢繼續講佢流行人嘅資料叫佢聽。對啊，我這樣都聽。等他時代還這樣留一下。對，哎，真的好喝，真的，那調的真的太美味了。真的好吃呢，太美味了。他自己做得來，給請一下。對啊，做得以後是調味也調得很好。真的，這要是我們很純的果汁啦，很純啊，哎呀，絕對新鮮啦，沒有添加其他的啦，沒有添加，就是醃製而已啊。有沒有防腐劑也沒有，都沒有，什麼都沒有，都沒有，哎，就是冷凍醃製而已。哦，真的啊，對，醃製，你保證，你發誓，真的，我發誓，發誓，因為那個沒有是添加改的那個有的沒有的，對，它本身原味就新好的，就是吃以後你就好純粹，對，太好喝了，好，謝謝你啊，兄弟，真的，太有機會對身體美好，啉到檸檬汁，哎呀，維他命 C 又美白，好啦，充實嘞，向民族欣賞公平哈。好，陳立明先生哈，帶來嘅落山歌，我發覺伊哈，一禮拜來參與了後呢，經過了後，就進步很多，哈，不論你嘅歌聲，然後態勢上、做人全部分品都一好，哈，愛講人此一個人感覺，你就真態嘅進步咧，哈，然後唱到非常嘅好，不論咬舌好咬到張。
真好，爱打千个的分数。可能迄类也有经验的啦，经验嘛较因为来多，来多有俩按到位，按好的欣赏，紧都个指头嘛，吼，要紧拢改进，其实要吸收，其迄了解的话，其做得理解，其实要吸收到，迄模的话，其按碟片、照片、糖果、泥片、镜片做摕出，唔可以去注意，啊，其就用心。所以真难得嘞，吼，加油！好，安子姐，安子姐，啊，有好比啦，吼，现在建议的总有有啊，就会进步嘞，哦，手下欣赏，啊，手下欣赏。补充，除了民族欣赏家讲的以外，有进步很多，不过还有在边界的唱歌冇强棒棒，唱我拢会上台。还改进，可能推大旗之冠，嘿，啊，旗帜太入神了哈。观其不语。我想我四位现场强就不能打人啊。好，会进。好，谢谢。唱歌一件快乐的事情嘛，要是要安轻松就好了。唱紧张了哈，来紧张，还唱轻松。你去唱嘅，人嘅上大哦，係兩個字。OK。好啦，安尼來看一下廿個分數哈。看一下陳里面嘅分數。54分呢？哎，陳先生之前有拿過9分嗎？應該有嗎？係嘛？哎呦，幾位鐵敗哦！哎呦，但檸檬之類有炒。有炒，來賄賂嘅。好啦，請公平嘅，根本創得以後啦。哎呀，真的厲害！哦，什麼呢？好，不用太強壯對啦。安子姐。好嘞，殺落去。殺落去，主興奮帶來3個字。當然啦。個禮拜提名專議跟家人分享。阿公有問，阿公有問哦，對，阿公對你很有信心，不知道嘞。因為他從細就很有天分，對，佢有運氣，係嘛？哦，佢咩好厲害啊？因為國家戲曲戲院係啊，讀書嘅，對嘛？哈，國父紀念館咧，中正紀念堂。國家戲劇台灣戲劇，國家戲劇，國家戲劇。只有一強爽的感覺，感覺有嗎？有，唱到以後，真的嗓音有亮，有亮。你再加一料哈，心情一強爽。朋友誒，朋友誒，3個班的朋友。木卡係啊。係。哦，我已經木卡料，叫木卡有乜嘅好料。喝咖啡聊是非，講八卦。有卡拉 OK 啊，加咁唱。哦，叫木卡有卡拉 OK，我已經他唱啊。呢幾片連衝啊喲。大部分都唱乜嘅歌較多。
三太跳。全部唱三太跳。唱好就唱火炉歌。火炉歌。流行歌安尼。客家流行歌要唱嘛？袂啊。袂哈。除了唱歌的，还会嘛打吊丝啊？打吊丝啊。打吊丝哦，看下是东西啊。做机风的东西，医生。哎，有没有以后呢？唔带那，唔带那。我带凭证。凭证。俺爱从那去龙潭嘿，去龙潭。咩福圈？我也有做一个企划，伊也要卡实翻，我个是读多。真的要改啦。做得啊，朱亮阳的拿手菜盘。这样唔可以去听呢。好。你讲真的哦。哦，你突然去吗？要写联络后？没有，就路边随便抓。随便请哦。有中餐执照。哎呦，好啊。哎呦，厉害。莫爱用本人当你的副卡店哦。老师讲没讲我乱用还嘛？可以关于顶来啊，私从顶来当伊突袭啦。伊蒙讲伊也要卡实翻来做得冇？做得。哎呦，个一神七哦，跟俺就变大红人。哎呦，真的哦。跟罗斯峰访问的俺就大红人。真的吼。来，冲来，唱魏先生。今天那位朱信文女士哈，唱了三个字。人生中啊，因为我哋三个嘅场景哈，一路之间咧，所有嗰種嘅唱名佢全部就參與啦。今天唱了條三個字呢，上音方面非常的亮哈，咬字啊非常的標準，咁對於唱歌嘅嘅字嚟講也非常的穩啊哈，老長將嘛。冇乜嘅好寫咪為數啦，不過我感恩本意多少嘅建議哈。你幾首歌、幾條歌哈，上人全部重樣，平平切切樣過。古代人呢本哈冇當清楚，韓國一點呢，你嘅速度哈可能要好結束了。唱三個字哈，不但講上亮，還能軟。你係講要放慢速度，要本以後空間咧做咧遠那些，對於嘅歌唱嘅那種心智會很好。你啊成日感恩意見，你多少來參考，所以讓人欣賞咧互相係按拖下，係咪樣會好好哈？好，什麼意思啊？好，謝謝。馬上看下。不錯，奶奶。係。哦，看一下，可以看看過關冇？應該有啦，應該有。看一下，來。看一下主新婦嘅分數。冇問題。輸咗留下來哈，恭喜！恭喜！去做消息哈，好嘞，殺落。殺落係來燕婷帶來平板。彈過啦。山
真的细小摸安尼冲那山果这么牛饮哈，牛的，还有真假音转换有吗？嘿啊，科班生某汹涌，今仔有按哟，你无按哟，蔡秋凤的感觉啊，无啦，比某汹涌风格，某汹涌风格，对啊，汹涌一后堂，就像特别跟那个雨娟有嘛，黄雨娟，每天意见佢特别中国那个原温牛饮真的。喺后堂啊，冲山歌本来就会有些牛饮那种感觉。对，后上有个嗓音有魔术都嘛个摧残哈。嘿，嗓音还一讲，哎呀，还没有岁月的历练。对，没有像我们已经。个冲歌个感情无汹涌啦，情感铺付无汹涌。太厉害了！你上个礼拜提名专一有跟家人分享吗？阿公有问，阿公有问哦，对，啊，有吃的。有神经用版，有他有问，然后就说，还不能告诉你，继续努力，继续呢。对，你有同意跟你抽抽一的吗？他应该知道，他有，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有内线消息，没有，但他会觉得我很努力，所以会觉得就是我应该会过，对不对？阿公对你很有信心，都知道的啦。因为他从小就很有天分啊，对，从小练。体育有兴趣，係冇？吼，佢咩好厲害啊？因為國家戲曲戲院係啊，讀書嘅，對嘛哈？國父紀念館那個嘛，還是中正紀念堂？國家戲劇。台灣戲國家戲劇院。國家戲劇院。你這樣就是摩托鼠，你看，傻分不清楚，不清楚。戲曲學院。唔講你係愛語言，語言係嘛個？語言係客家音樂，講不出來。我愛嘅弦。同普通嘅弦係無共用，你係語言嗎？語符，唔係，語符無共用。哦，語符然後語弦無共用哦。語符是中國的樂器。哦，對，然後二弦是客家的，對，客家。哦，關於要記 V 再來點一下，好，展現一下，好嗎？我國一的時候就帶二弦去學校上課，哦，然後因為學校沒有二弦這個樂器，只有二胡，就是主修只有二胡，就是它是國樂。長得不一樣嗎？不一樣，因為要用二胡墊基底，之後拉其他樂器才會有基本的基礎在。哎呦，對，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帶，然後都跟大家帶不一樣，然後老師就笑我，老師就說你帶這什麼東西？我為什麼獨樹一格？對啊，幹嘛？你想做獨奏樂器？對，TPS 胸某共用。阿公拿給我的，我也不知道。阿公拿給我就帶來了。阿公就講哦，兩單一啦，因為係客家人嘛，係冇？客家人愛語言咧真慫嘅事情。上腔，傳承啊，個傳承。哦，原來係無共用嘅哦，了解。要記邊度嚟飛一下哦。哦，做得冇？好，做得來一下，好。好，來，唱秋下請上公平一下。來，後生先鋒相傳，能夠有啲後生人來唱，尤其係傳統嘅山歌更加很困難，所以咧本人就傾聽啦，人家講有人唔搞好，叫繼續加油，你加油客家話要加油，唔好驚講貴嘢嚇。好 ，OK 嚇，請等一下嚇。人講山歌嘛，在國體就會唱出國體嘅強啊，那邊講梅縣啊，那邊咧都有國實嘅，但是主要是將語改編咧，嘅強韻唱好來，那個全世界先到客家人。樂師方面可能人生在世事件，世間去了事件在世，三為線。大家愛來，你類似我希望你用家在氣勢。大家了愛那一來呀，那個家在也是冇來，我就很硬出嚟，嗰種腳。只有家裝飾業嘅時節，氣勢嘅時，你就嫁落去。躺起來就話順，唔咩話好裝啦，還有你。根本本當肯定嘅嘛，我真家人像阿家阿芳只那講嘅，有嘞，咁樣嘅，做得非常好，真家人，你有嘞，懂你安尼記得，以前安尼彈過，所以你高音嘅唱唔起來，你就做你帶家人帶個音樂硬。棒阿棒，你彈嘢咪艱苦，你唱嘢咪艱苦，唱歌強鬆咗咧，嚇。
好，这样，对，也分享目前请过分的来。里面欣赏，哎呀，看了看分数了。哎呦，你根本也按那个李明松，可能就哈，暂时转移不噶休息一下哈。10年啊，一百有几位再过来变，好嘛？排谁哈？来看一下2位。看一下赖燕婷的分数。回到了该山那个啊，本也係做奶水嘅，我讀到交大碩士，我咪強強做了一種事情。這個真的讓我佩服。破4版啊，這種事我還記得我們做問卷嘛。是啊，請我們寫那個哈。腦筋還動到我們身上啊。對啊，還我從來沒有寫過字的，然後我在家裡腦力激盪花了好多時間。真的哦。是嗎？但我那全部都是網絡上抄的。看一下賴燕婷的分數。哦，2分呢？哎呦，裡面太高。哦。哎呦，差細細的哦。對。不過還係搶時會搶燕婷，抽中的列邊名就係報 V 啦，平分啦哦。搶時抽中一下哦。係啊。然後下禮拜繼續加油哈。三個音樂會，哇不得了！今日嘅節目有搶到3位特別厲害嘅歌手啊，唱歌本得個糖哦。有聽人請求冇來了呢。係啊，今日就好好來彈佢條後堂哦，真到嘅歌手。對，他個看到佢嘅動作面啊，因為之前要在安尼節目當中，咩線數啦，後來咩係欣賞啊，有得做欣賞啊，係冇。全部提名冠軍嘅呢，也要搞動到學生嘅，咁厲害啊！參加你嘅係田傳人啊，得到嘅親口嘅名次嘛，升級哈。係啦，來歡迎 TVB 啊 ！TVB 係仲未整帶來3個字。講啦哦。山流。
李真静，两位主持人哈，一球无糖豆，千球无款豆伊嘞，一球无糖豆啊！那意思讲按之前嘅比赛嘅长途幕后就差不多。咩啊？讲一球无糖豆，真正冲讲做嘛该啊？我动就跳。该疫情过后是爱无来哦，哦，一球无闲爱来哦。疫情过几年咧？真的几年全部来啊？係係無限的嘛？我是講都唔記得嗌哦。哦，跟你這個主通打電話來啊！哎，做面針，做得嘛？做得嘛？做得啦，係啊，做得啦，係啊，做得啊！這種有糖豆嘛？記起來。哎咪跟住哇叫冇來，你空到嚟啦，係。冇啦，去年有個太茶貨啊。no， no 了嘛？本以為衝嘅衝到，唔係啦，就該去買菜嘛，嚇，該出來該航隊，用該轎車，衝過來，哎呦，我去有到外嘛，十字路口啊你不是，它是巷子出來，哦出來啊，突然還要衝過去啊，我係要去過去嘅，啊，對啊，我看到了，反應不及，看到嘣，那個沒辦法來得及反應，我就跳很高，跳上去摔下來，摔到他的給茶頭，又再掉地上，我這個就斷掉。啊，你有戴安全帽嗎？那個有，幸好那個安全帽係新呢，它綁得很緊，但是有腦震盪，會暈會那個，但是因為還是撞擊力。安全帽有戴的。而且後頭人降緊呀，係講脊椎冇用誒。冇給駕駛工跌到給片內發一筆一樣。我就是整個右邊全部都受傷了，真的哦，這個就斷掉了。斷掉？叫斷的？這個叫什麼髖關骨？對對對。整個斷掉？對。那有開刀？有啊。啊，有裝假的嗎？還是什麼？有，就裝假的。對，裝。哦，那後來復健很久嗎？你要行路嗎？會養運動嗎？會1年的時間。會有，剛剛有點長短腳。哦，快慢慢出來，快慢慢出來。你身高多少？一直復健。身高多少？我大概160。你說我左邊還右邊？160到165。哎呦，怎麼會差那麼多？差5公分，160。165。沒，復健，某復健不會按牛毛。真的呀？有復健哈，大概2-3公分這樣子。OK，還可以很多的。容易行路啦，行路。你看海底部度可以裝那個鞋墊啊。拉腳、拉腿、拉筋嘅拉筋，對對對。所以啊，已經算復健都以後嚟啦。筋行兩會痛。還會痛吼。繃着綁着這樣子。對啊，那個誒。有上時去本件馬殺雞一下啦，去推一下。泡湯啊，泡湯。哦，泡湯。熱泡湯。哦，啊有咩好啊？哦。可以讓自己好起來嘅方式。這樣泡一下。溫泉嘅種。我哋都行路啦。本肌肉方面，就做唔得太甜嘅意思啦，係冇？富貴命嘅啊！係啊，佢是富貴命嘅，係冇？係冇，啊，佢你唔咩要啲教學嘅，教學咩要？休息按叫嘅時間要教。休息什麼嘢？就拿着那個助行器，助行器，哎呦，拿助行器拐杖，那個應該80-90歲的人才會拿。因為該不能休息跳叫啊，跳叫後生個啊先生唔舒服咧，我前撇手，前撇手，哦，會按用，有的會，有的會嗬，太久了嘛，哦，咩會養用，會養用到，幾好的，好的，去咁咩醫生忙。還有復健要很努力。對，就像這個節目一樣啊，對嗎？我肚子開了好幾次大刀，對不對？哈，然後也休息，有時候一休息，一開刀一休息要1個多月的時間啊。對啊，你就要找代班啊。對。啊，如果不趕快回來，我就被換掉了。就被換掉，被幹掉了。你如果不回來，我們就被換掉了。不會啦，很優秀的羅哥。對啊。哎，今天好像是女兒陪你來哈。對啊，哎，他們女兒很漂亮哎，內力啊，哦，哎呀，你真的是漂亮哎，而且很蠻高哦，根本蠻高，根本蠻高，成功就加你了，很高呢，東哥一個哈，哦，因為我喜歡高，因為看到高的就好像看到我老婆一樣，沒有哈，你老婆不是在那嗎？啊，對啊，有來啊，因為我老婆是 model 嘛，哦，係啊，一講，那是女兒都陪着旁邊的，很孝順，很棒哦，哎呀，好。
谢谢你，什么米珍鸡哦，好保养，继续来创讲。啊，你就喊某事情就打电话问制作单位，来找米珍哈，记得来哈，拿来唱歌的啦哈，记得可以不抢的，好吗？唔错，欢迎，谢谢。什么米珍鸡，好，也可以哈。哎呦，你还可以了以后啊，可以一整首。哦，冇问題。好來沙來，沙來迄裡緣分帶來三個字。來彈個啦。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很久冇不遇到看到，真的哦，係啊，按摩下，都好幾年，一年，天還好啦，一年冇做得很快嘅，以前都嚟下誒，係冇，14年咧，係啊，吼，難算只來啊，我也算批貨機啦，係啊，我唱到有個半日係乜嘅，我半日係做奶水嘅。做奶水哦，自家開公司嗎？做咩？自家毛社做奶水，毛社做係做太工廠嘅一種細工廠嘅，都有吧？小包，就是一般家庭或是人家蓋房子啊，你就臨時的錢就出嚟。我靠整修誒，哦，做包工這也是一個技術呢。係啊，有傳承嗎？要唔覺得一下？後生冇年來做，誒做奶水嘅嘅薪水一個唔係嘛？3000人啊，你係啊，一年咧，一共3000人。係啊，嘅一年按樣算一個啊。所以叫做嗬，叫你抹鐵嘅時，慢慢地抹。慢慢。
懂你。该怎么空间？慢工出细活，也可能看人啊。然后旁边老板就说：“哎，你就省钱对吧？那卖等于。”上班冇咁用嘛，所以啊，该从爱天一场嘛，就只上太路来嘛。哦，太路声音那表嘛个地方。瓷砖啊，太路，瓷砖专业，分发，对，应该去读声音的表了就涂灯了。他阿爸就讲，认真读书，不然像他们一样做苦工。哎呦，怎么会这样讲呢？你当熟悉嘅，头摆爸爸妈妈从我那讲，你阿台咪安样教，结果咧，所以。你要去拐个，你要还声音用草莓族。给拿出来，你看我银行多少钱？对，草莓族、水蜜桃族吃不了苦，其实草莓、水蜜桃马上种出来。所以我就想讲，冇用靠声音我就咩个声音呢？偷喵喵。当个男人要吃得了苦，吃苦当吃苦，吃得苦中苦，文武双全才是。真男人是，那个我读到交大硕士，我咪穷人做的那种事情这个真让我佩服。破四版啊，这种事我还记得我们做问卷嘛。是啊，还请我们写那个哈，然后竟然动到我们身上啊。对啊，还我从来没有写过字的人，我在家里脑力激荡花了好多时间没写。真的哦，是吗？但我那全部都是网络上抄的。唔係嘛，我感覺。下得以後啦，聊下就聊到死推啊。我看就啲家很似家時啊，沒有。哦，真的嗎？哦，其實家下自己的內心的想法。OK。哎，網絡也要你輸入正確的關鍵字，才會出來真口嘅東西。變抄襲啊！抄襲。唔會啦，聊下就會按用嘅死推嘛。是，對，這懂批福記，平常時我日本也要做水奶，水奶師傅哈。有考窗過誒，有教學，有迄時間，去進修去教，這個很不容易。永清某還還有時間做愛心誒，愛心哦，他還餵養青島嘅流浪貓。流浪貓，哦，真的，流浪貓寄納就凶呀，我原過下地哈，沒有冇吹嘞，做天使嘞。我們家本來就是。從小孩子從小就跟我講說，爸爸我要養狗，我要養狗。對啊，不行，我家裡就這麼多人啊。後來他們就是先斬後奏，然後就從美國養了一隻，然後後來帶回來，叫 Duffy 嘛，對不對？然後後來其他的小孩就跟，哎呦，家裡已經養狗了，就開始就養貓，還是養雪貂？我們家最多的時候是。聊嘞 ，Q 的那一片。对，老大又搬出去了，真的哦，去七个有7、8只。哎，以后再找个流浪猫可以养，送到罗哥家。啊，多嘞哦！先不用。我现在每天喂20幾隻流浪猫。哦，哎呦，你说啊，准备一些廚餘這樣。沒啦，罐頭啦，飼料嘅掉。那差單不管其實就準備該飼料啦，罐頭嘅掉。喺路上還看到流浪貓，我去聽下來。真的哦。你可以上網去查一下毛孩鋪，哎，它也有這個飼料，你可以去買一下，也不錯。走得避孕呢，沒有。不知道，應該會讓它更強壯。可以支持新二代的啦。好，哎，所以啊，好了，哎，不然。阿芬姑拜託一下，可能你冇乜嘅隔離嘅貓冇啦、狗啦吼，唔過最基本嘅，拜託唔可以傷害佢，唔好欺負佢哋啦。而且不要棄養，你既然養了，就好好的養。對啊，你的棄養，哎，就像很可憐，就像那種流浪寵物咩你嘅感應。對呀，哎，這個貓狗真的好可愛。我本來以前不養，我後來養了以後發現，哎，他們真的比兒子還孝順，你叫就的。每一隻都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樣。我們現在大飛叫不來了，啊，真的老了。大飛過來，我以前過來就過來了，現在大飛過來，過來。過來。好了，我過去。沒有過來，我過去了。跟過來。給很肉哎。好了，哎，是嗎？對，太狗，很好的建議，希望大家不要棄養這一些狗貓動物。好吧，謝謝。是嗎？謝謝哈，歡迎到了中國本探個堂哈。好。
好嘞，撒下来，撒落去黄皮云带落平板。来，弹个啦。哦哟，是阿妹耶！你好，我也是。他家妹。对啊，她也是爱心的一个女生。哎呀，可能做了条路阿里妹一胎啦，系冇？最近刚完评鉴。哦。评鉴什么？长照评鉴，就是长照评鉴。是有贡献，给他条路黑。做去机构这些做评鉴。非常善良的一个女生啊，对呀。也还喺做，也还喺做，啊，基本係做嘅居服督導員。哦，就是去到人家家裡，去到人家家裡，有生發環境係嘛？然後聽人上嘅可能係居家服務員，就係出家去服務嘅，但係就係督導佢哋服務嘅情況。跟你做到也還跟訪視員，你之前係照護員嘛？沒有，都係督導員，他本來就是督導員，本來就是督導，所以你沒有實際去參與過照護這個工作。沒有。沒有實地去就是做評鑑，不過佢們英國看到一度嘅狀況，係咪？你有看到很多種狀況，有看到講實際面的問題。有一隻種批係獨居老人，啊就會生嘢老幾身強，啊唔過
伊就生意会吃到讲，也唔系就系长照有给服务做的就是申请，然后就是有县政府补助，然后他们就不用特别照顾，不用特别照顾长辈，然后就是让长辈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让长辈自己自生自灭这样，有点类似这样子。唔系啊，有，你给长照服务其实是资源性政策，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有那个政府补助啊，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特别的照顾或是什么样？然后去看到就会觉得，怎么会有家属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对，就是想说怎么会这么不孝的子孙这样子啊？有赌都懂都都安内啊。其实长照有一些都是这样。比例上，大概2到3个吧。10个有2到3个是属于这种的。对。其实唔系安用啊。这个。咩唔滴嘿唔嘿？可能长辈之前对小孩子有。什么不奇怪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是可能天下就是有不是的父母。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导致成这样的状况。所以小孩子就比较不理他们。应该黑暗嘞，没有可能。那现在居服员的人力够吗？目前来说其实不太够。不太够。那有一直在征招吗？目前有一直在征招啦。对。那有一些学校是不是也有相关性的科系？有相关性的科系不过因为现在的就是长照机构越来越多，所以导致居服员就越来越少。而且现在少子化。是。连他们就有一些政策，给的会请后上瘾像去那种老人公寓那种，可能他天空给老人家，他们会住老人公寓，他们经济能力较好就会有的会后上瘾，可能他们可以去陪伴这些老人啊，然后他们会有另外的一些年轻人的点数、福利之类的。陪打麻将啊。没有啊。陪打麻将啊。可是没以后啊。对啊，18岁以下，然后65岁以上，你可以去应征。然后陪那些老人家打麻将。有钱后拿是真的有钱可以赚有做个社会公益一会你现在这个，你到65了没？还没啦。忙啦。还不够。你就说得一神枪嘞，陪老人家打麻将。好。那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你自己继续加油啊！继续在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人。对啊，自己身体有没有顾好了？好，做俩事情其实一天啦。不会啦，顾得那么好。是蒙皮宇。好了，谢谢佩宇，真的非常美丽的善良的女人。我是说心美丽。好，心美还要强调这干嘛？补太多话了啦。没有。谢谢。好了，皮宇你唱首《铁棍》哈。好来，节目，今天有唱到3 V 唱歌3 V 他这个新用书一定听得很爽哈。好了，好唱歌的朋友积极来报名，好吗？打电话来人叫6667人6人等待一下，打电话来报名哦。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我们要谢谢3位。什么3 V 米真记、原本欣赏还有皮宇、安子 C， 什么小飘老师还有我最紧张安子 C， 谢谢老师们，谢谢。什么影片重要公众演辛苦了安子 C。好，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叫下来，再见，拜拜。